坤啊，迄棺材内底哦，确实是阮小姐呢。你若唔相信，你会去派人去楚家去问楚老英雄啊。我也无讲唔相信啊。我听你讲，殷小姐是绝世嘅美人，我是好奇心，想要甲看一下。来，开门。小等咧，小等咧，将军啊，阮小姐是足可怜的，已经互人暗算死的咧，死到非常可怜。将军啊，我再讲哦，迄饲笑死的哦，是死嘛唔愿客哦，迄面哦是寡歹看，你知无？将军，告诉我你若唔相信哦，你即马光底行来去甲开迄个棺材起来看哦，一定去找到你的官运。哈？好了，是这样。哎，多谢将军。老大，我食到敢若足爱困的，我先大声入要困好无？小文啊，我感觉足忝的，咱来去暗暝小休困一下。小姐，无哪后日休困。亲像心事重重。小姐要来救我的性命，无少你厝记的金标，来伪装被人误害。虽然瞒过就位，算我奉来管，安然出城。要不你去变做伊楚家，耽误就你的婚姻。这我要哪会安度好？下迄将军为国牺牲，是一位人人敬佩的大将士。我为救中庸之行，假使若是耽误我的婚姻，嘛是真有价值。要毋过楚公公，认为讲你已经死了，你要安怎向伊解释这件代志？我若向伊解释，就等于是咧泄露我家己的秘密共款。万一若是传入去曲老大甲司马凤耳中，因一定会想讲，唔相信楚公文，唔知影这个代志。因一定会认为讲是楚公文甲咱串通好，啊无你逃出城。那安尼，敢毋是连楚公甲咱老英雄全家呢？所以。这件代志，我一定袂去甲任何人讲，只有你甲丁公，还有阮祖父三人知影。你讲，你无想要倒倒去九云山庄咯？九云山庄人多票杂，我若是倒转去，代志共款嘛是会泄露出去。殷小姐。你莫叫我殷小姐，殷凤亭已经死了。对即马起，我的名叫做水莲娥。水莲娥，
你叫我联络就好啊嘛。你无要倒转去错噶，也无要倒转去这份善终，你将来打算要对安心？阮二母家己去名山，我有想讲要来去山顶住一段日子。哦，呀你咧，你有想要讲斗阵来去无？我想要来去京城走一转。啊，我想到啊，听讲夏药将军有一位兄长在家为官，莫非你是想讲要找恁伯父建身仕途？我想打算买夏药公主，阮愿你出去呀！相情分，以为良尊啊！尽忠尽孝，千条路，何必定要领殊途？领兵的枪锋啊，又含阵，杀退叛兵来救万民。令尊救全无违心，不枉我为你呀多忠心。二小姐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我应该将我自己的计划坦白来对讲。也毋过，伊一心希望我深入仕途，领兵平反。若是知影我的计划，伊一定会真大的失望。这夏药公主，我会踮咧行李山，等候你的好消息。为是良心，你向你，小气切少暗相比。我是讲匆匆去。金表主人无认知，无认知。丞相，咱也出来拍啦，拍这拉物收获阁袂少哦。无毋对，虽然收获未少，马过老夫也阁未满意。哦，丞相的意思是，老夫想要家己一个过来去拍啦。哎呀，准备攻击！
先生，你受伤啊？我将该死，我将该死！哼！多一个英雄救老虎，多一个英雄救老虎！公主，这星星是你写是？是。多谢公主，你救老夫的性命。老夫那是丞相克老大，不敌公主，你是何方高人？啊！天下第一剑。公主，莫非你姓柳，来自江南？无错，在下柳松天，家父柳强，乃是江南武林名子。久仰，久仰，这位是？伊是张公，乃是柳某的拜弟，这次专程陪伴柳某来此游玩。有闻柳松天武艺超群，智谋过人，年纪轻轻，伊就得到天下第一剑的美号。我不如假意讲报恩为理由，将柳松天甲留在我身边，也通我做我的心腹，嘛加一粒帮手。我借着因柳界名声，加招一寡武林的高手来投效老夫。柳公主。老夫一向最爱惜少年英雄，你又搁是老夫的救命恩人。老夫现在金袂赢，欠一个总教头，想讲要请你来做总教头，你意下如何？我慕名柳松天接近一位克老大，是为要来继承父志，为国效力。我若答应伊做禁卫军的总教头，一定会做到伊副总教头司马洪的肚皮，伊一定会百般来阻止着我的工作，这就是造成伊司马洪的肚皮，才会不幸事败自尽心。柳公主，丞相，多谢你的美意。柳松天无想要做官，也毋过。为了报答就丞相立地武之恩，我愿意踮在这个顶天府一段时间，为丞相立尽力的效劳啊！介好，介好！那安尼老夫赶紧办一档饮楼花下，来互公主居住，每月征银3万两，另外派2000名的亲兵，互你调用。丞相啊！
感受，只爱美人一顺就一顺就，随我饮酒香温柔，香温曲老大吼，送一座冰山美人来呢。冰山美人？嘿啊，是讲奇怪吼，伊若阵仔是曲老大叫要来伺候你的，伊身仔恬恬徛遐拢毋振动，伊毋知是会惊毋着景啊袂？无大，规气吼，你去甲问看卖啦。美人啦！流霜天，紧情将话讲啊，只为是拜地名叫阿张公。你何必混淆江下彩虹啊？叫风鸣来自何方？我叫做铁汉英，住伫咧僻建天府铁路街，是曲老大的丞相，连我啦。铁姑娘啊！你貌如三春花正红啊，脸如旧秋我相送，在下怎敢和你私红？情正姑娘啊，会飘龙。铁姑娘啊，你吼实在是生做真水啦！啊，妈哥你的面吼，敢若过冰的安尼冷叽叽，实在有影有够歹看。既然阮大个都无介意你啊吼，我看你还是转去嘛，现地。认错无？我是奉丞相之命，护送美人来礼遇。我护送的美人，拢是真热情，相信恁一定会满意。两位美人，赶紧来伺候柳大爷。柳大爷，你有满意无哈？